但係你從曾德成所講樂意退休，咁啊真係可圈可點，即係好似被退休咁樣。咁而即係鄧國威就用家庭理由。咁啊，但係咁兩個都係喺同一時間，亦都喺政改被否決之後，係兩個跳船。咁到底真正嘅原因，我諗即係第日相信可能都會出到嚟。但係咧，即係我哋覺得最無恥嘅係梁振英即係竟然咧係委任劉江華做民政事務局局長。即係大家都知道劉江華嘅背景。其實佢係代表民建聯係選舉，然後輸咗，咁然後輸咗就做副局長，而家仲要帶佢去做民政事務局局長。即係我覺得梁振英無恥到一個地步，就係任何即係所謂表面嘅持平都唔諗啦，都抌低晒根本擺明車馬就係即係揾一個民建聯嘅即係前議員係去做呢個民政事務局局長嘅位，而呢個位呢。係好緊要啦，係喺地區好多嘅即係其實都係利益輸送俾地區啲團體同埋啲區議員，咁然後亦都跟住落嚟有區議會嘅選舉，會唔會係進一步係即係喺個即係區議會嘅選舉裏邊，民政事務局局長會真係更加去偏幫係建制派咧？所以即係而家喺呢個時候揾劉江華做一個局長咧，我哋覺得係非常之無恥，同埋擺明車馬係想傾斜於偏幫呢個建制派喺個區議會選舉嗰度。